好，咁我嚟到呢個 A 單位啦，大家就去睇睇先。嗰個走廊咧就比啱啱個單位闊落好多嘅。嗱，見到我哋嗰個方位，我右手邊望到山影，左手邊望到一大片海景，青山灣海景。咁佢嗰個廳嘅空間感咧，坐梳化啊，我估坐到10個人都唔出奇嘅，仲可以同朋友捉下棋、捉下國際象棋咁樣嘅。呢度有啲書籍可以坐下梳化，即係睇下電視啊咁樣坐嘅。嗰個空間氛圍具藝術感。呢度跟住就一個微餐區啦，咁就可以大概坐到8個人，食西式、食中式，任君選擇。係咁，如果老闆即係3、4個人咧，其實即係 chill 下，可以飲下啲梅酒、紅酒都冇乜所謂。望翻嗰個露台咧，都係一個鵝蛋型弧形嘅設計，我都特別幾中意嘅。望青山灣海景，有啲漁港嘅風味啊！嗱，咁嚟間細房先，咁見到有依家可以掛自己中意嘅衫褲褲啊咁樣嘅啊，你私人珍藏嘅相機、書籍擺喺度，一部小電腦都冇所謂，同埋2個人一齊瞓覺係一個好好嘅相處時光空間，望山景係啦。嗱，呢個咧就係第2間房間，咁見到咧有最時尚嘅音響設計啦。咁呢間房就睇張床個格局又適宜1個人，因為即係一個睡眠區咁樣嘅。咁有一個衣櫃都可以擺到啲衫褲鞋襪，你中意嘅你都可以擺落去。仲同埋提大家，有相關人士就同我講話，其實個樓底都呢度上環有3.4米高嘅，咁我都多謝佢提供俾我。好，到大家嚟一嚟主人房。嗱，主人房隔離咧有個主人套廁咁樣嘅，咁你望到有一個鵝蛋型嘅浴缸咁樣浸下浴都最好不過，非常舒適嘅。嗰個空間感啊、溫度都非常唔錯，舒服嘅，係啦。跟住就帶大家睇下個櫃啊，都擺咗一啲衫褲鞋襪或者你嘅西裝衫褲都最好啊。手提包包，女士最愛嘅都可以放喺呢度，擺設非常實用。咁呢度咧就大致上應該可以做到個3邊落床啦。咁2個人一齊睡眠就最好嘅。再者佢又望到個大海景喎，咁樓下望到泳池啊，一啲景觀即係非常寫意啊！咁樣佢嗰個即係嗰個感覺同埋呢度處於中層啊嘛，非常寧靜嘅，請大家放心。咁嚟到我哋個新牌子嘅，大致上見到乾濕分離嘅設計啦，佢嗰個通風啊嘅效果都唔錯嘅。咁呢度嗰個櫃咧，鏡櫃有得即係顯示翻我最近我上網我 check 到邊度咁樣嘅。咁呢度我嘅發現就都係一個櫃，咁調校溫度啊之類啲，一個煤氣熱水爐調校溫度咁樣嘅。之後咧，我帶大家去緊廚。緊廚咧就一個長方形設計啦。咁呢度煮嘢食啊，微娜嘅煮食爐啊、抽煙機啊、蒸汽焗爐咧，都係一啲最時尚嘅家電嚟嘅。咁但係一個景觀，係望到一個園林嘅遠景、樓景，都非常寫意舒服嘅。係啦。咁最後介紹埋啦，佢呢度工人姐姐嘅洗手間啊、睡房
其實都有嘅。講一講個淋浴間啊，佢嗰個設計咧，我想提下大家都特別嘅。首先咧，佢就有一個鏡櫃啦，係啦。不過我想俾大家睇下嗰個位係，因為咧呢度咧要閂一閂門先，咁閂一閂門先突顯到嗰個企缸位置。大家唔好介意係窄咗啲嘅，但係都有一個好嘅浴室沖涼位置。